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耶利米书31章15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怜悯。伫圣诞节赞美礼拜中间，牧师嘛是用主的怜悯来甲大家三角分享圣诞节的意义。圣诞节咱知是上帝赏赐救恩予世间人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怜悯世间人，知影世间人需要救恩，所以安尼伊就差遣伊的独生囝来降世，成做真救。也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看病人需要医生。主嘛讲，伊来是要为着罪人，毋是要为着义人。特别针对遐个还毋捌救恩，还未领受着救恩的人，甚至遐个离开上帝道路迷失的人，就好像亲像马太福音18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所讲的，恁想看觅，假使一个人有100只羊仔，其中一只迷失，伊敢讲袂留落迄99只伫山野的中间去超找迄只失迷羊吗？我甲恁讲，伊找到迄只失迷羊，一定非常欢喜，比伊有迄99只无迷失的羊，佫欢喜较济啊！相款，恁的天父无愿意任何一个志迷世的人来迷失。这嘛是伫咱昨这个读经的分享中间所提到的。上帝怜悯以色列人，是上帝予以色列人世间人的救恩。圣经讲，我听见以色列人哀痛的讲：上帝啊，阮拢亲像野生的牛仔囝，但是你管教阮，予阮来顺服。求你带阮转去，阮要归向你，因为你是上主阮的上帝。虽然阮背离你，但是阮即时就想要回头。你的管教予阮来痛悔，阮因为幼年的时阵的罪，来得到见笑，受着侮辱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亲爱的囝，你是我上介疼的囝。每一摆提起你的名，我就心心念念来挂念你，我深深来疼惜你，我一定会怜悯你。你爱安伫路标，徛路牌，爱超找你所行过迄条大路。以色列人啊，转来吧，归回恁的故乡乡里。迷路的人啊，恁还要搁徘徊偌久？我伫地上创立一个新事，女子要保护男子。就算是以色列人因背离上帝的道路，但是上帝犹原赏赐因恩典，因为伊疼世间人，赏赐恩典予世间人。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讲的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伊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囝予因，
互所有信伊诶人未得到灭无，反倒当得到永远活。因为上帝差遣伊诶囝来到这世间，毋是要定世间人诶罪，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因为上帝怜悯人诶需要，甲人诶软弱，所以伊就想赐救恩互世间人，互需要诶人，互软弱诶人。耶稣基督为着耶路撒冷来低头，因为伊知影耶路撒冷将要拄着什么款诶状况。伊安尼有言讲，耶稣伫要到伫耶路撒冷诶时阵，看见迄个城，就为着伊来哀哭讲。但愿你今仔日知，迄有关你和平诶事，可是你现在遮尔青迷，日子伫要到，迄个时阵你会对着要做土雷来包围你，对四面来围困你，因要彻底消灭你甲你城里诶人民。无阁留一块石头伫另外一块石头诶顶面，因为你无有认出上帝拯救诶时机。这是当初时犹太人无法度明白诶未来现象，并且因也无有迄种诶警觉，讲家己已经离开上帝诶道路啊。因拒绝耶稣基督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基督并无因为安尼就来离开以色列人，还是离开咱。伊反倒转来，因为伊家己诶人民来享受救恩，互所有相信伊诶人。所以你我都爱好好诶把握。伫新的一年来重新调整脚步来跟对主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放伫悬的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赞你。对锡安来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，接纳你的烧化者。愿伊照你的心所意爱赏赐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愿要因为你得胜来唱歌。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，愿上主来成全一切的祈求。我知上主为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来应答伊王，用伊的正手会开力，互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要夸口上主，阮的上帝的名。因的台词倒落去，阮的太阳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。阮求的时，求你来应答。感谢上帝的怜悯，赏赐阮救恩。就算是阮无够完美，阮时常软弱，
阮经常离经背道，主的怜悯甲恩典永远甲阮同在。感谢主，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